五竹和庆帝正式交战，2次王道之拳险些干废五竹。我们话接上回，五竹看着太极殿之下的庆帝，范闲对他说要跟着自己的心走。现在五竹见到庆帝这位小李子后，心中的痛楚也越发无穷无尽起来，庆帝也成为了他发泄这些痛楚的渠道。五竹要杀了庆帝，他只记得这件事儿。就这样，五竹便开始行动了。他戳着那一条残破的腿，用铁钳支撑着，继续走向庆帝。随着五竹行动的那一刻，包围在他身边的禁军高手也开始了进攻。随着漫天的喝杀声音，无数的长枪向着五竹刺了过去。而原本跪在五竹身前的苦修士们也开始在这时进行了行动。他们分成了3个部分，一部分退到了庆帝身前，他们依旧相信着庆帝；一部分则是撤退出了庆帝和五竹身边，选择谁也不帮；另一部分则是护在五竹身前，帮助这位神庙使者抵挡禁军的攻势。随着这些苦修士的相助，五竹顺利抵挡了禁军的第一波进攻。就在此刻，叶仲策马提枪，用出了自己毕生的功力刺向了五竹。他知道面对五竹必须要用出自己最强的实力才行，却没有注意到一位苦修士距离他很近，在叶仲的长枪刺向五竹的后背同时，那位苦修士不知何时取出了一把未毒匕首，隐藏在风雨中刺入了叶仲的腰部。这一击让叶仲原本蓄势而发的进攻成功的偏离了原本的路线，擦着五竹的身边刺入了地下。此时叶仲立刻放弃手中长枪，回身一记大劈关打在了那位苦修士肩膀上。但这位苦修士依旧不退，硬生生吃下了叶仲的大劈关后，手中匕首再往前一探，完全刺入了叶仲的腹部。就这样，这位9品上高手沦为了废人。至于这位苦修士的身份，则是藏在苦修士之中的影子。当初从皇宫逃离后，影子就悄无声息地藏入了这些苦修士之中，等待合适的机会再度接近庆帝。叶仲遇刺后，太极殿面前的众人稍微慌乱了起来，对五竹的攻势也有些混乱了。而庆帝则是压根儿没去理会影子的出手，依旧死死地盯着五竹。现在庆帝的眼中就只有五竹，此刻五竹手中的铁钳依旧在不断的挥舞，每次进攻都非常的精准，击退了刺向自己的长剑、长枪，精准无误地击穿了对方的要害。随着铁钳再也无法刺入那些人的喉咙，五竹的进攻方式也发生了些许改变，由刺改变为了敲，用敲击的方式击碎他们的喉咙。随着阻挡的最后一位禁军倒下，五竹终于站在了庆帝面前。他没有任何的停顿，也没有跟庆帝有任何的交流，手中的铁钳再度抬起，向着庆帝的脸打了下去。这天底下没有人敢打庆帝的脸呐，但五竹就是这样去做的，甚至打得很理所应当，像是在教训一个不孝子，又像是在殴打一个负心汉。五竹铁钳击下的同时，庆帝的手也举了起来，一瞬间挡在了自己的脸侧，成功抵挡住了五竹的这一击。下一秒，庆帝的右手握成了拳头，狠狠地砸在五竹的胸膛之上，又是一记王道之拳。五竹完完全全地挨了这一击，然后如同一道箭矢一般被狠狠地砸了出去，最终在数十丈外摔在了地上，一拳将五竹击败了。这本是庆帝应该庆幸的事，但庆帝的眼中却没有丝毫的情绪波动，甚至含义更甚了。因为五竹之前的那一击直接击碎了庆帝附着在手上的霸道真气，狠狠地抽在了庆帝的脸上。此刻庆帝左脸一片红肿，嘴角也流出了血迹，如同被人扇了一个耳光一样，十分狼狈。庆帝收回左掌，看着手掌上的痕迹，这才想起来五竹的铁钳已经弯了，他根本没能完全抵挡铁钳的鞭打。庆帝收回目光，继续看着五竹。五竹已经在雨水中站了起来，依旧拖着残破的身体，继续走向庆帝。就在这时，原本一直下的大雨突然停了下来，五竹再次走到了庆帝的面前，手中铁钳再度挥动。庆帝面对第二击依旧没退，他这一生面对任何敌人从不曾后退半步。这次庆帝同样是不会后退的，他再度出拳，这一次的王道之拳带着更为磅礴的霸道真气，瞬间蒸发了空气中的湿气，击中了五竹的腹部。五竹的铁钳也在这一刻重重的击在了庆帝的左肩，庆帝的左肩骨头瞬间就被击碎，口中再次吐出鲜血。五竹依旧是被这一拳给击飞了出去，但跟第一次不同，这次五竹双腿落在了地面上，硬生生接住了这一拳，没有倒地。五竹其实在庆帝拳头打在自己腹部前，用手掌挡在了腹部，这才稍微减轻了一些力道。不过他的左手却深深地陷入了腹部之中。五竹抽动了一下左臂，用力将左手连同一大片苍白的皮肉扯了下来，可谓是惨烈至极。接下来用五竹左手扳直了快要断成2截的左腿，再度向庆帝的方向踏出了一步，结果没想到踩在了一个禁军尸体的手上，脚下一滑，腹部传来一声脆响，然后五竹的身体开始以腹部为中心蔓延起了无数的裂痕。这一刻五竹的身体也开始颤抖了起来，仿佛随时都会碎裂成无数碎块。但
但五竹依旧是紧紧握着铁签，极为强悍地撑住了自己摇摇欲坠的身体，艰难无比地向着庆帝继续走去。还没结束，还远远没有结束。那么五竹和庆帝这一战究竟要到什么地步呢？就让我们下期再见吧。